听着，我能路人对对来听鬼故事。一个礼拜，怎么无声去？喂，哦，还有，我能路人对对来听鬼故事。我一礼拜，哦，个会是哪了？第一 lesson 的出。做鬼。你講卡的，嗰度，喂，你講卡係三波是另外一個，所以我未 switch 過去。這禮拜我人嘅特別嘉賓呢，哦，你看英國中文琴嘅會，我哋係結婚，加成個鬼嘅故事。啊，無你看你 Teddy Bear 啲後尾英國中嘅出。哦，有了，我做一朋友了。了，驚 Teddy Bear 嘅驚人咯 ，Teddy Bear 告訴我嘛講兩個講鬼故事，即禮拜講鬼故事上面我講你 Teddy Bear 就驚我講。我嘛係有特別梅話，一成梅話講禮拜放咩物件可以聽。我唔可以馬上聽，我哋馬條等個人聲。等嘗試聽鬼故事。OK， 這禮拜咧我特別入邊咧就是加工老椒歡迎。Hello， 大家好。一個老椒英國中歡迎。Hello， 大家好。一個我人嘅看鬼先生南西歡迎。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你看你好親啊！解散下啦。Hello， 大家好。我個鼻我 low angle。Hello， 大。我未看到，我佢未看到 baby 啊。แล้วก็หมอกุ咯歡迎。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老椒嚟聲歡迎，只古冇嚟嚟聲。到落地啊！冇鬼故事。嚇咪鬼故事？鬼故事就電話happen電話位。哦，OK，笑掉。แล้วก็我人嘅新椒，頂節啷聽過頂早幾禮拜頭一道來掉，是甲我講嘅右邊歡迎。大家好，新鬼來了。新鬼咧是聽到鬼嘅故事咧，是甲頭有興趣去到聽邊嚟學見聽7-8年啊。你到邊嚟是多一間啊？興都呢邊。興都小學中學。中學。哦，佢唔是就零頭啊，佢就叫零頭啊。咩零頭？唔是咧零頭，零嘅零啊！你人講成即係邊嚟要直有零嘅，然後佢平時興義，佢平時零頭，還是零尾啊？未記啊？嚇！佢邊有80萬啦？冇大，唔知攞嚟記零嘅哦。會啫，變咗啦，係啦，即摩多零。摩多零咩？隻股冇對嚟啊！摩多零。OK， แล้ว OK， 咱再講 OK， 等我後邊頭一句講起，咱學新椒先講起，係咪？鬼故事啊？嚇。我冇經驗嘅哦，我係聽過咧嚇，聽人講唔使啊。我知道，我聽到你到了後波時邊嘛，你有一個真出名嘅，你頒獎鬼，人就有聽過哦。哦，確定即阿仔講要去做嘅頒獎鬼。誒，呢邊有一個波士中真正濟人嘅嘛，然後有一道波士是多張開啊。冇啦，到了後呢邊嘅，一隻樊姨嘅，出名一隻樊姨咧。呢是咧多點還是？我唔是被頒獎鬼，我講 tuition center 一叫頒獎鬼。John 都報得有啊，John。我報得，我就早就報得有咯。哦，OK， 先生叫做頒獎鬼。你應該邊啲係一人有聽過語文啊？將對現在就報名。我 mostly 我係science 啊 max 嗰啲一屆嘛。哦 ，OK， 有。有道往 tuition 時嘛，一樣買嘛，係種 wireless 買嘛。咁我聽啦，波士好像有人超過。到底 wireless 買一代 wireless 買超過啦，咁咁唔下掉，貴賓咁下掉啦。你聲啊，少多聲啊？伊是
寫杯的飄者，可能唔是真接出啦。嚇，แล้ว一超過咗過แล้ว我冇計อี冇ไปตาหาแล้ว一冚อีมาอี嚟咯แล้ว冇關你咯แล้วได้วาง reaction มา一個คุย就個嚟 try 嘛呢個嚟超過啦一個嚟超老怪等等แล้ว喂老師別當你講你想咪超老怪你是超前過因為就一超你震動人嘅黃昏應該應該唔是鬼啦，應該講懷疑是啲表啦，有人斷啊，因為可能你超怪係你 frequency 上啊，影響掉啊。哇，對於正好似是，正好似並對你覺得應該講 reaction 是另外一個 course 叫 chemistry 嘛，並對你真係個驚啊走去啊，因冇多因導 reaction 走個了，全部規嚟當一班嘅人過嚟並啊，全部走個了去。我 actually 我知道我到啲 US 嘅時候。我本是我厝我面床邊有隻我 stereo system 啊，我面床邊有放，哎呦死！但媽媽推啦，未記推，就見到我都冇人嚟，有啦，但媽媽10幾人嚟，就是 sorry， 等陣我代表先。We are starting from the Hokkien show now. Ghost stories. You can ask questions. Okay. 推。但我直頭冇定 ，OK。Now， 我跟住，那時攞個11人當然看掉人後，那時講攞俾每 question 嚟講攞俾每問題後，你係使去問喺你 yellow ask a question 嚟，你使 click 一係每 question，到啲邊啲 hokkien.com/live 嘅 link 嘅。然後等陣我俾介紹我嘅另外一隻新招名做咩啊？我未記起。檸檬，我講檸檬，我係其實啲嘢。檸檬歡迎，我俾回你。大家好。聽邊啲學見聽落句啊？隻菇哦，隻菇是佢菇，過年。隻菇應該是8年。真先是，我聽超奇怪聲音啊。OK， 超級拜是老字拜嚇。老字拜嘅老字拜隻菇哦，隻菇。見到係啦 ，OK。總是。你聽啦，你估冇起來講掉。我未有起日本。我未有用，我而家。當見過曉就 iPhone 嚟。有 iPhone 嘅影啊。你把它買晒來插網咯。方便啦，會使。你冇成日搭另外一新招即係右邊，伊講伊條右邊俾嚟參加，邊啲學嘅嚟做工嘅點成無下，所以時間曉。resign。你升多，要多跑。時間曉嚇。要多跑。แล้วอี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ก็บ่มีโฮมมาเลเซียเจ้าที่นิวซีแลนด์ต่อ走咩你回？哇！佢係夾不到個，夾不到，跳聽搬不得。要搬不到。OK， 多跑嗰啲叫。對我 actually 伊唔是伊大跑話，伊講話聽咧，我自己做咗一個數是做真係大跑個。所以檸檬。大跑啊！係啦，我特禮拜咪大跑浪一刀。แล้ว OK 我咪รู้ต่อไปนั่งสิรู้ต่อ still ต่อไปนั่งก็ต่อไปรู้เป็นนั่นรู้ต่อที่รู้คนเดียววิบิว่า當時冇佢รู้จูอีแล้วปัจจุบัน佢ต่อไปอี隻影看到呢是啊然後一創心咧ต่อ掉是啊好啦，你但是洗車是可能咩？定都是微微娃娃。無定住微微娃娃，無你教我講咧，一陣開無你教我講，等下時我嗰個人叫我，佢拄到人個白衣啊，只是佢攞白衣啊，微微娃娃。出名我之前去新嘅 restaurant launching 嗰看到伊嘛。是啊，你冇叫伊？我冇笑啦，我唔敢叫，我冇笑，因為我聽聲了看，你叫伊，你叫超級拜。快要冰佢嚟啦！但是冰佢嚟唔是叫超級咪魚娃娃咩？係啦，少。แล้วOK。搞笑喎你。一隻搞嘅。แล้ว OK。Anyway，你到底巴海你細漢加大漢，你到底巴海大漢咧？我14一回到14歲到邊年。
哦，邊度就有妹妹搬嚟巴海，做動。哦，就當啦，巴海是搬去到咯。啊，就一格，阿格。巴海算嘅多。哦，頂咗我巴去算嘅多呢。我對邊咧就算嘅多，你冇嚟吹話？梗係啦，你冇知哦。我冇知我只是記你冇對咧，我見咧，我見成個個大咧，我見個大咧，見 KL 個都啦，邊個都啦都冇嚟吹話，格格。我個去食咧嘛，我個到底迄個大頂做去到底咧邊個白會做啊？嗰老聽咩？嗰老聽咩？我落只舊影響都得咩？我唔知時間地時。我冇看，我再攏來邊咧，我就聽入邊咧，對唔知時間地時。係啦，不打啦，你是右邊你咪做隻，嘅話咪請右邊做啲旅行團去接愛佢邊咧。有，多巴是想法啦，規定嘅多巴生去接啦。我特別後尾特別就係個頂嘅針板啦，後尾特別嘅就係拖掉個頂嘅針板。你就誒，你不要做 organizer 比賽到底頭整，特別到底後尾我 trip 位，因為我對頭整我頭10節是老細嘛，所以我別。除非我特別我卡車特別擦掉一條 pipe 啦，那時我有拿接有拿出。誒，OK，等陣講鬼個數唔是講西個數啊。你講啊，我未講到啲，我特啲你特媽啊，右邊講你 radio 會聽到聲，我特啲大學中學嘅時候，唔是大學嘅時候，我嚟大學讀冊嘅時，我係變成邊啊，我有內 speaker 咯，你哋成廣播 system 乜嘢嚟嘅，mini 廣播 system， 你話邊啊咪成有 speaker 係嘛？你話阿妹我冇開啦，我平時有開，特別阿妹我冚，嗰啲貴 system 冚掉啦。然後我會聽到，不過是伊，我 speaker 咧，人講話呢聲喎，你聽就電呢聲，人講話喎。然後頭一半暝，你十半暝起來，你個步梆梆咧，步面清楚呢，唔知，而且我聽人講話聲，像人 conversation 呢，可能。然後後尾時，我懷疑啦，我冇講100%啦，因為聽到人講話，特別一下子一句呢，你好似，係。你意思講是beaucoup咧啫，伊 speaker， 你個講話呢，啊冇話咧啦 ，static 一特登去嚟。walkie-talkie 啊 ，I think 是 walkie-talkie， 我懷疑是馬達是係咪樣嘅開車嘅 walkie-talkie。你都冚掉電了嘛，對唔對？伊萬那個會 receiver 都未 receiver 了嘛？特別伊唔是 ，I think 伊唔是接去。伊是特啲 directly 特啲 speaker cable pick up 還是 something 我唔知。冇可能啊！講緊是從 speaker 出來哦。我冇登嚇咩嘅？confirm 是從 speaker 出來哦。是我 confirm because 我當時我讀冊嘅時候，我每聽到特啲下邊嘅出來 speaker 出來，是講伊幾句呢？是幾句呢？特別我那是講下我聽到啊，成日伊叫我阿 John，那我就驚啦，你一步嘛。啱咩事？阿 John，伊是成個別人，伊成個別人講話聲可能。所以啊，你告訴差不多上架嘢，你會記俾一個戲帶嘅戲，伊名是 white noise。white noise。啊。white noise 是伊個故事是一個人嘅冇死了啦，特別伊有 video 嘅 equipment， 伊嘅 video 步步嘅時候，伊開嘅 TV 步步嘅時，伊若是放互伊開啊，然後伊 tape 個了，伊嘅 white noise 個了，然後伊 playback 嘅時候，伊 white noise 啊，伊嘅死嘅冇會 communicate 個伊嘅用伊嘅 white noise。冇有。誒，你會記哦，你會記咪？你會記俾頂頭住講嘅 Australia 嘅啊？啊，是唔是關最慣講嘅嚇？住講伊 Australia 伊波死去你會記哦，然後伊波死去啊，伊硬買學伊樣伊波嘅身軀對馬來西亞大，你伊波拍電話都對嚟你會記哦。伊波係 caller ID 出到啲伊樣嘅電話。哎呦，冇幾長啊！你哦誒，等陣，我有一個 question 啊，咱個 question 就是講咱就一個問題嚟講，咱使去咧邊咧學緊 .com/live 去看，會出講 ask question 就使 click 問 question。右邊人問你講，但係你聽到啲聲是唔是到底那 unique 啊？之間就人問你，到底你唔是 unique 啦，多落拗多拗啲啊！等陣我幫你 question 嚟嘅，依 question 是問你是唔是到底
这里现是不是对咱 uni？咱看到了，你 question 咱看到 Q&A 哦。未有，我用 phone 看無。哦，OK，唔緊，然後呢，你一冇意思到啲到落後，到啲班長鬼博士先生。tuition center 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มี question ก็เราจะลอง suggest ให้มีการลอง講下到底係邊個 question Q&A 佢唔會OK so 我是懷疑是係你啦，特別我 one thing 是我個 try 係咩嚟就我 try 班你我想講你插掉電啊，你在你電器嚇，你咪是你 turn off 你power 本好，伊電頭個插掉噶嘛？對，就。是哦，電頭插掉，咪一個整個電啊，咪個伊接掉，所以我。頭伊插頭出來本會喎，冇可能啊！部電啊，真係有蝕咩？Transformer 少電啩 ？Maybe 伊到底伊個 magnet 唔知我冇明白，我話叫我頭。你 Transformer 夠電個啦。Transformer 夠電，我做工嘅時候 ，OK， 我 usually 我有做test light 嘅時咧，嗬。做咩 light？ 做咩？成日講啊？做咩 light？你講？冇 test flight， 即係講做examination 嘅時候 ，test 講left wing 會行 ，right wing 會行，看伊個 function 未 function 嘅時候，就係有兩個 engineer 徛喺下，所以有一個啲 copy 唔嘢咋，所以有 that night 我能做一個 test 咯，OK 咯，兩個 left right 有做。咱就要介紹，你就有啦，冇別記你做咩講是，伊是到底飛機，伊是講嘅。伊個 test 伊個飛機嘅 engine 咁樣 system 是。then แล้วหมอที่ test แล้วเขาว่าตัวที่ copy 那邊咯，然後按照冇會不有人講話，因為 left and right 啊，隻手多手伊人有家己嘅 headset 嚟㗎，所以伊 headset 有 mic 本嚟啦，所以即是講你講 make sure 講伊個 flat 落嚟了，到迄個 degree。Okay, then on 咯 ，make sure is success 咯。咁按照阿妹冇有喎，掉曬往係 fin 都冇人去過，按照冇人啲人講話，即係講fin is up，is the flag is up 啊，唔知是住講話。其實阿妹看 ，because 我人做這個 test 是往有對 paperwork 嘅嘛，即係 listen 咧，left and right 對，แล้ว基本阿妹掉曬都冇，阿妹卡處理都冇人去做嘛，都冇人騎嘛。Maybe 是把隻飛機哦。冇 ，because 我人嘅 line 是行 line 嘅，我人唔是行即係講 wireless 嘅。is direct connected 嘅去下 ground。哦，攞插住佢飛機 system 嘅位。對，嚇，所以未去針駁甲別人嘅線。Yeah。冇事喎，我哋本地。飛機冇貴啊！飛機佢最貴啦，冇聽過你借到啲個零啊，貴啊！แล้ว本時我人去隨看แล้วเขา啲住去呀，喺你 headphone 去查啲未？冇啊，都冇人去做 function test 啊，แล้ว按照。所以當時攞攞人，攞嚟 engineer build up 攞即係。actually 三嚟，有三嚟，即係講一個 in the T cockpit 裏邊咯，แล้ว個 left and right wing 咯，所以我是做 function 做 wing 嘛，所以我係冇做 tail side 啦。特別你聽到 feedback 是講話 tail。tail confirm 咯，點講 tail confirm？你聲是最聲。唔知喎，聽未出喎。唔是亂下一句聽就對啦。唔是亂下一句聽嘅聲啦。就是講唔知講是即個 static 嘅本地啊，還是係咩數啊？我唔知。特別你病嘅，你聽到講嘅是，你聽到是講病嘅成個。真係咩？即係講 confirm。真係咩？所以我人聽未到，我人就愛講again 咯，就是講 back button，所以愛 confirm 嘅時擺冇了，冇聲了。特別啷個了啷幾哪聽，阮聽到伊講啥物嘢？三厘白聽到。佢哋飛機乜掉係咪 accident 冇路在冇？但係飛機有一個 lock 嘅，伊若是有掉係咪數？伊那邊伊個 lock 有寫掉嘅，你查來看無？伊個飛機乜掉 accident 冇？我人嘅 technical lock 冇寫係咪嘢？但是又好啊，拔刀又好 ，accident 好，冇通 right 呢？伊有一個 another lock 是叫做hanger lock。即是講 for 係你 ground stuff 嘅用嘅，
in flight 咧，無通時啊，佢啦時啊 technical，然後jamban 派啊，呢度是 cabin lock，學 cabin crew 時啊啦。我會記到毛菇，你會記到你講有一道時啊，我頂一次到底我飛機時，我好像想到，你講後尾你飛機嘅卡窗坑啊，明有？啊是我你卡窗後尾一邊是有一個壁，成個如果你開起來一壁，你接起都無人知是，你是不是你講過？你是看你是蝦米飛機先？若是講你是747，無後尾就有咯。若是講你是Airbus，伊無是中嘅咯。哦，你講我聽，你講你叫講你接起南邊嘅位啊？接起來咯。哦，迄個是嚇，對，迄個是。做 heavy maintenance，所以即係講規隻飛機踢開啦，無剩一個骨爾咯，無後尾有一個叫做我人叫死數未記crew bunk 是互迄個 cabin crew 來 rest 嘅，即係講伊人啥long haul 嘛。你講你唔知係你到底外口你成部未看就講伊係。是講我佇內邊嚇，佇內邊咯，擺喺內邊做物件咯，做，and suddenly 伊會 lock 去。啲下卡แล้ววกี้ปุ่น叫人嚟叫ปุ่น未開，แล้วก็剔下，叫會自己開出來啦。哦，伊 lock 是到啲內面 lock 嘅嘛，唔是，還是到外口 lock？ 冇外口 lock 嘅，內邊冇通 lock 嘅。哦，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即係你 cabin 嘅房係但是到啲 Airbus 是到啲中嘅啊？你講？對啊，中嘅啊。哦，我知道俾佢吹啊。我本有一個飛機，你實是看無咪會掉嘅啦。嚇，你隻飛機告訴講下應該掉。我有一個飛機告訴，這是我真正好嘅朋友，我去甲伊我13歲時去下咧，我教甲趁啊，我本真正親甲伊，伊趁啊是Airbus 嘅 captain 來，伊飛Airbus A320 甲 A340 嘅，特別伊要學飛即個飛船嘅時。伊去美國，因為伊是德國嘅人嚟，德國嗰邊上個英國啦，你若是要扣你嘅 flying hours 時，袂咁樣快樂，因為這邊嘅天時無咁樣好，所以伊 emigrate 去美國去飛伊嘅飛船，然後伊飛船嘅時啊，伊有蝦米款嘅工課伊本做嘅啊，伊去飛twin engine 嘅 propeller twin engine 嘅，然後有一個工課啊，伊做工是佇 Alaska 嗰邊，然後伊講啊，迄個工課真正工課咯，嗰邊因為 Alaska 你知啦，真正冷過熱，然後伊嘅風本真正勇嘅，然後伊飛嘅飛機啊是唔是 jet 嚟，是有 propeller 嘅。有一個靚嘅，然後伊是 twin engine 嘅，所以一個 ship 有一個嚇，一邊嘅 ship 有一個 engine，然後佢一個 ship 到一邊講佢一個嚇，佢有一個航時嘅嘛嚇，個航時來啦，航時 double prop 嚟，你條航時就開3號，就梗係背。然後伊個工課是蝦米有知無？伊個工課啊是伊特別飛伊個 Eskimo 嘅 reservation。係咪先啊？怎麼啦？聽到？唔對。係咪先？注意 chair break。啥 chair break 嘅呢？誒？我過來啊！誒？位？唔是我。唔是我先個。唔是我。啊，我係做射殺機啊！我係做射殺機班。哇！你射殺機咧多聲啊！我弄條你。係啊嘛，我嘛是我時間嘛。OK，那就會講 sorry。就我有緊張。OK，就咪緊張。OK，所以我佢寫工課啊，伊做工啊，伊是要飛伊個 Eskimo from the 伊個 reservation 去伊個陸軍樓。哦。伊個 Eskimo 啲 reservation 嗰邊啊，伊人直接派特擺伊人 social security 嘅 check。教嘅時啊，是嚟講拜過啦，然後特拜過名，伊人去啉酒了，伊人醉嘅時，伊人小拍嘅時，伊人掉台，伊人掉台時，伊人就要去陸軍樓，所以伊人嘅 reservation 真正成個伊個山嘅位啦，所以伊就要用飛船飛伊人去伊個陸軍樓，去 Anchorage 有一個大陸軍樓。
所以真正坎坷就是了啦，因為特擺是暗暝，特擺本落雪，特擺有真正大風，所以真正驚啦。所以有一個島啊，伊啲飛機嘅時啊，無條件啊 mid flight 嘅時，伊個多手柄嘅 engine 啊，冚起啊，做最嘅冚起，無成個 total failure，你看伊無蝦米 telemetry，無。唔知係咪數做事啦，就好夾在伊個正手柄嘅 engine 個兩個啦，所以伊想講有參試咯，未唔知會搞未，because 伊個風吹真係大力，以前你都俾有 maximum power，你都俾有normal嘅 engine 咧，有一個 engine 冚起啊，所以伊都俾做半行啦，所以伊 feather 伊個 propeller 你知係咪數？伊轉伊個 propeller 嘅 blade 啊，可以成個 parallel 嘅伊 directional travel，可以被做 wind resistant 啦，所以佢哋阿摩嘅 term 是 feathering 啦，所以 feather 伊個 propeller，所以我嘅朋友話，伊是真正好嘅 pilot，我真是真正好嘅 pilot，別人講互我聽了，伊真正 skill 嘅，所以 somehow 啊，伊搞到 encourage 伊會 land 伊個飛機啊。伊 land 呢飛機，伊叫伊 engineer 去看伊個多手柄嘅engine，所以伊人直查，看，伊人講唔知蝦米事啊，人未出蝦米事，有影無蝦米事，伊 strip 伊 engine down completely， 伊開 engine 起來，偷蝦米加了物件，本來伊出啊，未出蝦米事，所以伊講。哎呀，我唔知啊，我買背下你飛機了，我買伊講甲伊個 employee， 我買背下你飛機了，伊人未吹但伊數 means 伊個數本事佢並無受理過，了真正一年過了啦，伊話伊個工話去對去德國了啦，特別伊一個節啊，伊成個無蝦米做你看。伊去伊個蝦米 civil aviation 嘅 website 去找伊個舊嘅工嘅aircraft log 㗎了，然後一直找，然後伊本伊會記伊個飛機嘅 serial number，所以伊找下個飛機嘅 serial number，伊找下啲啊，下個 plane 啊，無一個啊兩個伊走下個工嘅時啊，下個飛機 crash 啲啊，搞了人死 ，pilot 死，個 pilot 死，搞了 passengers 搞了死，crash 啲Alaskan wilderness。แล้วรู้ใจ係咪冇？伊人去伊吹伊個 accident log 啊，伊個 engineer 去 salvage 伊 aircraft 嘅時啊，伊個多手柄嘅 engine 啊，伊人吹但伊個 propeller，the propellers were feathered。哦 ，propeller 不過跌呢本？Yep。Means the cause is exactly the same。哎呦，好個就係伊個落，伊個 feather 個落。伊個 pilot 啊未 crash 時啊，伊個 pilot feather 伊個 propeller 去。喲，多咩？就是伊個多手柄嘅 engine 啊，冇。好個就係應嘅買啊，應嘅買波啊。有先先被 proof，伊個被 find the cause，ยัง個被成個 ground 嘅 plane 咯。伊都冇吹。真久嘅事咧嚇，應該講真久嘅事咧嚇。十幾年啊，應該講。得點嘢？應該點？應該當白棒子。定嘢。定住。因為我俾每但是嗰時是十幾20年 ，so I think because 伊講伊啲 Alaska 嘛 ，Alaska 伊 weather 真係冷，所以一款 propeller aircraft 啊，伊個部heater system 啊，冇講真係好嘅咗。所以 sometimes 你啲 on air 啲頭頂嘅時候，the temperature is very low，then 伊 freeze 你會 petrol。哦，所以變咗冇。所以 means 你 freeze 你 petrol 咧嚇，你會 line 㗎了條 block 去了嘛，未行嘛。So 你 heater 就是你 heater something wrong 咯。嚇 ，so whenever 你 ground 嘅時咧，嗬 ，OK temperature 佢就係 go up 了嘛。嚇 ，the petrol will melt again。So that's why and I 看你symptom 啊，是較坎坷除咗 when in the ground 咯，就是喺香港。That's why propeller is always not suits in Alaska， cold weather 啦， cold country，yeah，
我當然我看到人誒，即特別夾邊樣，裡面內人啊，攞嚟世界教我介紹你是住喺哪裡，我唔知你名喎。這名做 B 嘅頭嘅，這名做 D 嘅頭嘅 ，D 是住嚟。哦 ，D 是喺你嚟啊莫達，唔是這裡啊，這裡啊莫達不啦，啊奧騰啊，這裡呢這 B 嘅頭咧，你是住喺。Hello，哈，你是住嚟？你名咩？化名咩 Hello， ？Hello， 你化名咩？我是查波波啦。我查波波，老椒嚟。哦，查波波，老椒。誒，唔是老椒，你捌來過啊嘛？有。知道。知道，頂到是講咩鹽水啊？冇啦，講古嘢啦。我講古嘢，哦，OK。誒，你有冇應該掉淡毛啊？蘑菇啲煤塊是唔是？有可能是要做一年整類朋友到啲阿拉斯加背係一隻飛機是。他哋我小 G 空空 C 嘅你。G 空空是所10年嘅啦。啊。9年。9年啊，9年。 9 years。9年。卡差半較久係。較早啦，但嗰陣時講9年應該會使，應該是 detect 會到了，係咪 defect？應該點？蘑菇講嘅時候，可能是叮當，是較早嘅時候 ，problem 就是。等陣，我都會想到對啊，我去 visit 伊是冇啊，boy G 空空嗰個是9年9 7年，我想。啊，10倍，差唔多20年。我去 visit 伊去。我去 visit 是98年98。98，所以嘛是10幾年18年喎。伊講是咩？蘑菇講有可能是，伊講往是伊個 fuel line，伊個油。fuel line 啦。哈咧，咁樣伊人會知，那是伊個 fuel line 嘅事啊。這是 Chris 講我聽啦，伊講那是 fuel line 嘅事啊，特別伊 double prop 啊，那是 fuel line 嘅事啊，伊無安尼一下冚嘅，伊你會聽伊 engine 嘅聲，差不多成個不了解嘅 head 嘅。哦。特別即係伊無 warning，伊即係 head 安尼一刀咧，成個 light switch 安尼冚起。哦，就咚就冚。OK。แล้วคำ就一個啊，無 power 無蝦米數。แล้วอีปุ่น有 electronics 有 electronic dial 所以講像個 oil pressure 那是嘅啦，那是伊個engine 上抓啦，แล้ว伊有伊個 gauge 嘛，特別伊個 gauge แล้ว無講蝦米數，伊個 sensor แล้ว無講蝦米數，伊 sensor แล้ว dead key， 即係 dead key。แล้ว伊多手柄呢，只手柄無數。OK， 我看就是馬路來啊，豆嘅來啊，歡迎豆嘅。嗨，大家好。豆嘅我看到你係咪 WiFi 你得啊 ，Starbucks 啊你得。麥當勞。到麥當勞，哦，下啲我看到麥當勞是，我看到啊，硬死你個。個麥當勞拍廣告啊。係啦，麥當勞 free WiFi。麥嘟。padahal tu hingga dari tadi McDonald's tu ya. Wah, buồn tuổi. OK， 那我哋為這個新椒檸檬嘅事。嚇？檸檬，你幾個數？但係你是要嚟參幾個數嘛？我係嚟勞作啊！你幾個數咧？講下。幾個數啊？應該是豆呢，唔知是唔是啦，我唔知本。你家己啦，你家己啦。當時我是家己，我是放工，唔是放工，放假做工，放假是有點鐘時間嘅嘛，就是。啊。一定是你冇時間嘅時，趕時間時啊，你去攞買物件食了，就到工廠等人，還是到工廠去摕咧困咧。啊。因為只是哦，冚門個了，我一人到那邊成日嘛，到那邊困咯。啊。困一半時啦哦，我聽到你唔知咩打波都係咁少喎，但係咁咩事佢又是唔知啦。總之是你聽到人講話，你緊張啊嘛，你一人嚟啦，你冇人開門都聽到聲嘅嘛。你聽人咁少，你未叮當哦，嘛只係開個未開哦。一掙扎嘅估都係，梗係驚啦，梗係驚啦，聽人講哦，唔知講咩事佢本啊，你聽得出咯？裝未見。哦，寫笑名，羅冷啲講嘅。啊？羅冷啲講話。寫笑，羅冷攞嚟打波嚇，對。後面我講得啦話是河南話是。
福建話種嘅。哦，喲，哇！那是聽到，福建話，我那是聽到鬼嘅聲，那是我聽到阿嬷個本來驚，我聽到福建話我較驚。我未輸。哦，了島國。因為你知我係鬼嘅經驗，咁樣佢就是只要細漢時聽起嘅嘛。你知你驚鬼時你細漢嘅時哈，你知你 collectively 你嘅鬼嘅角色你沉起來啊，就你驚嘛。然後我變咗成日到啲細漢嘅時，是到啲邊兩嘅時，我聽到邊兩福建嘅鬼、鄧人嘅鬼，我較驚佢阿嬷嘅鬼。阿嬷鬼較好啊就。แล้วหัวหน้านี่หัวหน้า佢較驚หัวหน้า。你估做乜就你會驚咧？本店啊，做咩事我會驚啊？我驚咯，人哋唔是講驚嚟台灣上面，我是驚講成個，我平時我都唔捌看過鬼嘅嘛，所以你就是看到時，安尼你唔捌經驗過物件時，你會驚咯。你行開，你咪教我講你行去火車一半時，你阿妹有時人叫大嘅，載我對出，你會驚未？別啦。這就搞恐怖啦，或者嘅。好啦。但係 OK， 我明啦。但係你去隻房間咧，成日大媽係你檸檬嘅咧，你去隻到啲房間，你知道你隻 rest 你做緊嘅 rest area， 你只去咧空無人啦。然後你啲把嘴在咖啡嗰，紅磡你聽到你邊有兩人講話，你就出驚。我係個查看埋看是下咩名啊？我知，特別你把嘴閉未開喎，嚇死！佢查。你未有出手嚟看有人啲借病冇？咁啦，是有影咯。你手未掂，你未掂當啊！你 frozen 啊佢啊！都係人哋看，我冇人哋驚啦，我冇人哋驚。然後佢個，等陣即係你冇拄到你啊！你老趙檸檬，我真驚啦！了搞我朋友開門時啊，講阿兜去唔加多咁驚嘛，驚掉嘅手。啊，都有可能是。我咪數多個口濟啊！好，有可能是鬼。你聽到意思啊？是想想到你邊啊？你玩你為啥？伊唔是成隔壁房係啥啊？喂，唔是，你睇了嘛？你條人跌你嘛？伊是多你卡頭前嘅。伊成到邊過嚟。我驚。啊！我一個朋友，佢未開哦，佢人定去，佢人定了。我等我朋友啊，等人接來啦，你時候。等我朋友夠啊，我講。你等朋友接來下，我就。你嚇幾時？你把酒未開掉誒？把酒未開哦。未，你開，你上了未開，特別你是未開嘅，你是未叮當，你特別你買那邊嗰上啊。愛叮當，你愛叮當，你手指苗，你未叮當嘅哦，像爸爸而。我頭我昨我昨起冇個聽到呢，我看差唔多。我看隻 YouTube 嘅伊個查某講伊個 boyfriend 去，唔知去到嚟 hotel 嘅大時，伊度成日講，伊度講阿妹，伊看到，伊講伊 describe， 伊講伊大獎啦，伊查某講，我直獎嚇了。我只驚就係講嚇，特別伊 boyfriend 講冇啦，你都冇講，你點你咁嚟啲好呢？所以伊講伊特別伊 feel 到伊就冇 feel 到是伊特別講，特別伊 boyfriend 看到伊嘅事，伊講伊變成查起啊，就把住啲好啲老白油呢。無，但係時你講嘅咧，我一個朋友嚇，我一個中國嘅朋友嘛成，伊甲我講過，伊有一當咩成日看，伊成日講他鬼地，係真係感覺啦。特別伊聽到伊嘅聲是到底，伊成個人講話特別冇咩病嘅時候。你聽對，你聽未嘅咧？伊就 whisper 呢，你聽未到伊字啦。特別你知樣啲講話，伊聽伊到底。伊係啊，就特啲伊講 stereo 就特啲做兵走去後背只邊，兩個就對嚟做兵只邊咧，就走去咧，走到啲係啊邊啊咯。特別伊講我嘅頭殼是別嚟啊，伊講伊唔是開的，伊頭伊是並是別，特別佢伊聽你走去後背走去邊啊。因為我一行就是我只驚啦，我唔捌經驗過，我只驚就是。
你困嘅時候，你 feel 到你感覺到你腳背有人在徛掉看到，你也是徛到你腳背，然後你未知，你唔知你目睭愛開開看，還是咪開來看嘅好，你就你感覺你特別啊，你個開來看，個驚話咪開來個懷，個成徛個要看，要隻看有喎，攞有安尼感覺啊，我是學到大是。你要安怎感覺？你會目睭看是無？你聽到還是你拉沙啲？你會靠？你拉沙呢？你拉沙先得啲啊喂！你拉沙係咪？你拉沙人幫掉你？不，你是 only the thought 呢 ？only the thought that somebody 想有人。嚇！你是自己嚇自己呢啦？我知。未使香港嘅應該點？我係呢啥拉沙啊，伊起來嚇，會叫伊當然伊無夠我白大嘛，伊到 KL 大嘛，比我 sister 嘅厝大。然後伊大擺 MA 吼，伊唔定甲我講咧，伊看戲，但是伊看咧 S2 看真暗嘛。咧伊就一啲沙發位，咧伊沙發後尾是一個 corridor 看呢度，伊不定入下大沙就講有人徛你後尾，或者但是規間厝是無人了嘅。嗱 SMS 話咧，呀 SMS 你我講啲 SMS 話咧係未話咧，呢條我唔使講，一定聽到，伊坐啲沙發位嗬，伊會感覺到後尾有徛條物件，佢特別看電視機，嗰時看伊頭嘅，你看你呢度，你伊本是成日都喺度咯。愛看伊，嗰時唔愛看伊。愛 check out 是咪 check out？你就要錄。冇啦，我想你那是安尼看，你那是淡薄成個 anxious 安尼看，你淡薄驚，你那是想到，你會想講，你會尷尬了啦。那我都冇想安尼看啲物件，我一人呢，做順意做蝦米做驚，本我本冇想到安尼看，我都冇尷尬，安尼看啲物件誒。你啲老公，你講呀？來講係啊！我講嘅，英國嘅，我舊都講啊，我古早啊，我先來嘅時啊，真久啦，話8年、9年嘅時啊啦。然後等我係兩百多4年，你知哦？然後我感覺啊，有人徛喺樓梯頭嘅位啊，看到我呀。我同你講啊，我啱去做工啊，就去哦。我若是講啊，我落嚟，我樓頂落嚟啊，我冇去樓頂因為就我坐喺樓下啊。我拍死我就冇去樓頂，我未記嘢物件啊，我未記嘢物件，我冇去啊呀。我單呀，我單嘅一堆嚟，然後時若是講啊，我未去困，我就愛困本好，若是冇困，我冇去困嘅時候，我單嘅困就冇去啊。冇啦，講係咪事？我冇講，我 just 個點我冇講嘅。因為我係咪事？人嘅腦啊，人嘅頭腦真正 complicated， 真正 complex 嘅。你會感覺嘅物件會做成個正安尼款呢？唔是，英國嘅我講互你聽，我咁講我根本我講互你聽啦，what happen？然後見啊前年都是安尼啊，然後我等我一隻大隻嘅 Alsatian 嘛。我特佢叫伊坐到我，袂使去大陸，干那坐到我就對了。所以一隻狗真好誒，特佢坐到我，就說特佢唔想嘅伊。然後我無去樓頂，我無去樓梯卡門，就係我要去 toilet 啊，你 toilet 就愛跪喺樓梯卡門嘅搞 toilet 咗，我走過實家人鬼拍掉。咁樣走過，快唔 zoom 嚟。走過啊，咁樣去了出來啦，咧百位表見我袂使去樓頂咗，我三個人看掉我安尼呢。所以過只幾年安尼你知哦，真正幾年，本是安尼款。你狗有感覺物件無？我嘅狗無蝦米啦 ，because 伊關係到即間厝啊嘛，對，伊捌伊嘅嘛。呀。白衣啊！伊阿妹知道白衣啊嘛。你捌多過你鳥嘅哦？唔係，特別
伊甲我真好诶，是讲啊，我逐规我毋知是一人来，徛伫楼顶对面啊，就是看落来。我特别无落来，会伫迄楼顶尔，你知哦？我毋知是我我毋知是来，特别我若是讲我行过啊，我看啥人看我，看起无半项诶呀。了，前日诶时我去 KL 啊，了我诶 friend 甲我讲，伊讲伊讲我毋过煞佢甲伊講你樓頂嘅物件嘛，伊講我傳落去拄我朋友啦，我朋友看到物件，伊甲你講，我講有影南西嗬，你去吹南西啊？唔是南西，特登唔是南西，佢吹搭火嚟，但係 Cheras 入邊，所以咪去咯，我問伊啦，伊講你免驚，伊講是你嘅鳥，伊看先，伊要看你爾，伊講安尼啊。แล้วก็เลยเป็นจะจั่วก็ว่าอย่า holy water 有来。แล้ว那是你嘅鳥，他們說你特別用 holy water，你嘅鳥特別。阿妹 sorry 唔是阿妹，伊講是為鳥啊，伊阿妹講為鳥，是我計講咁簡鳥，講我อย่า holy water 曉好無？伊講未使，伊講未使。他那是你鳥來，講唔知哦，伊是看心路人，伊要看路人 OK 哦爾。我講特別看一刀兩刀好啦，看緊你苦斷。好啦，我那是你嘅鳥，我就起航啦，後面數落嚟陪注意哇。呢個我講，伊講你未使入 holy water 嘅咋？伊講。因為迄個是你家己人來，你入 holy water 曉只疼嘅咋？我講係咪是疼呢？掉 acid。哎呀！我講係咪是疼呢？我講為鳥我是 devout Christian 嚟咋喎？一隻疼呢，冇應該疼嘅嘛，對哦。แล้วตัวบ่สิ伊講袂使，你袂使入 holy water 起航，我對來一刀對來2,999年時啊，我對來，我做咩？我點 candle 啦，แล้ว我念經，搞到當經無了，我叫伊，你免煩惱我人當經好好，你大啲你會 cloud 會斜點點。呀啦 ，it's true，這個就愛相信。所以我你咪講冇呀，你攰了係你點聲，我點見到念經學一樣啊，我打刀，我打你啊，11月啊，我就要做 prayer to the Holy Souls in Purgatory 打節嘅呀。我 never 看到伊 ，never 拄到伊 ，never 我結果你放心借點啲嚟 cloud 就好了。特別英國中會講，即是 because like psychologically 你自己做啊，你 ritual 咧，你成個感覺到。係啦，較清了，你心肝較清了，較平安了。特別有啲冇看到人看我咧，當然。我梅南西過，我把梅南西過，南西本甲我講上。特別我講聽，你若是有 pet 啊，你若是有狗，若是貓啊，是安尼啊。伊人真正狗感覺物件誒，你知無？我 Anthony 啊，我 Anthony 破病時啊，你知啦 ，Anthony 過身佇外厝，佇人嘅門窗嘛。了伊破病時。伊買嘅時啊，我有一個好朋友來帶甲我人啦，然後伊就知了，佢哋咩Anthony 過身時，伊就知了 Anthony 真正坎坷，然後伊就知咯，人嘅陸軍本來去人嘅厝啦，入去人嘅房間去看 Anthony 啦，所以伊買人嘅狗叉亂，所以我嘅朋友夾人嘅狗啊入去伊家己嘅房間。所以伊個狗都唔知半項啦，所以伊狗知是有一個 extra 嘅人佇厝爾啦，伊個陸軍啦。แล้ว人坐落坐甲 Anthony，แล้ว Anthony 現過身嘅時啊，我會聽到伊個狗啊吠啊，唔是吠啦，伊個狗吼，伊個狗吼嚇，伊個狗吼 ，split second，伊個 split second，哇，伊知過身嘅時。伊個狗好，我上房間你知無？我樓頂有四個房間嘅，然後伊個房間真正遠嘅，真正遠，the opposite end of the house 嘅。
哈，特別話呢個先是一好住啊。伊會聽到你搞，你在搞誒 senses 較 sensitive 嘅嘛。我想伊個鼻，人過信息，伊個鼻無上去了誒。actually 伊唔知是唔是鼻本啊 ，sometimes 伊會目睭啦。你即係老師搞誒 sense 到你嘅 emotion 本嚟，你就起行嘅時啊，啊啥物物件，你搞會知啊。啊，無就啲成你看啦，你有蝦米 emotion， 有蝦米看你 fluctuation of 蝦米 ，maybe 是你鼻哦 ，maybe 你 emotion 就是鼻嘅啦，或者是鼻嘅，你知搞嘅 world 是鼻嘅，聽咧聽到，大行是鼻嘅。哦，你講嘅事啊嘛。係咩聲嚟啊？人班定定。咩聲啊？我是特特兜嗬。喂，馬西，喂馬都係出門。南西。喂馬，我是特特兜嗬。哦，馬得出門，個寫殺機個出門嘅幾千件啊，攞嚟做。個寫殺個寫做。南西講。愛貴你啊！啊，係對對。我是特特兜會相對貴嗬，就比相對貴。嗯。南西講咩？南西。我特登經過一個位，嚇，達到 video 上一種面數。唔係南西，你講咩嘢只驚得得行？佢哋有經 hospital 啦，啲做啦。做啦是 hospital。我唔是掉啲經，有陣時唔是講經過啊嗬，就上掉迄個面數冇啦。有陣時我經過飛機啊，迄邊舊 hospital 嘅嘛。你經過啊？你是唔是咧小刀在刀邊啊？班嘟哈，班嘟妹啊！等陣我俾講，我聽。頂陣時我去 KL 嘅時啊，尋南西都知哦。你叫人去阿你 Toys R Us 哦。啊 ，Toys R Us。嚇！然後你同我講，即間特別嘅領嘅咯，唔知係咪屬呢邊特別嘅領？你就我當邊望佢層啊，我同你看到我面面。河南西下。你無啦沙台獨一所，伊間呢個 outlet 啊，伊唔知拎嘅，你無啦沙有人嘅咧。講得人。得一個 outlet。唔知一樣啊。outlet 特特經嘅台獨一。哦。maybe 係你咪嘅。你睇咧 shopping，我睇 shopping mall 是冇咩拎嘅嘛，你直接入嘅 outlet 哦，裏邊哦是特別拎嘅，特特經。伊個 echo 係較 strong 嘛。冇啦，迄個。伊 center 嘅嘛。迄個 Barbie doll，迄個 doll 是靚位啊。伊 center 嘅嘛，因為伊是搞到啲 shopping mall 裏邊嘛，所以 shopping mall 是 centralize 嘅嘛，知唔知？會講。伊做咩干啊？即間嗬特別拎嘅，我去我哋搣獨呢嗬，唔知啦，讓家己去 find out 啊，搣獨呢嘅啊。啊，幫嘟嘅啊，啊，溫嘟媽，溫嘟媽點解啊？咁呢位嘢，溫嘟大媽，啊，KL 嘟嘟啊，KL 嘟嘟喎，KL 嘟嘟喎，KL嘟嘟啊，KL嘟嘟喎，巴比嘟溫冇，sungai嘟咧，sungai嘟冇本， sungai嘟冇。sungai嘟係老爺冇啊！誒，我講聽，我早去sungai嘟食咧胡麥，sungai嘟那邊講咩過去落嘟嚟啊？嘟頂當個落嘟哦。OK，所以你咪是到啲咧啊，到啲sungai嘟誒，要隻橋過去落嘟嚟個喎，係唔知？要隻鐵橋能行落過去啊！我係sungai嘟誒邊嘅。啊！你搞蛋呀？搞唔知新上面啊，新上胡麥。我嚟邊講話嚟嘅衰。แล้ว你到底送喺對下邊嘅哦 ，before 你去樓梯位，去樓你天橋嘅位，樓下有一間燈籠 restaurant 咧，唔知個有啦，定到時。Cantonese 嚇，別笑。但我去入邊食胡麥咯，แล้ว條雞好骨哦，我吞到自己好骨咋，แล้ว哇，我成日講。我吞落佢手，唔是佢手啦，我炸你，我佢結嘢出來啊，我係骨。佢叫你冇輸意咩？冇輸啊！我心肝解，你知你嗰陣時吞到好攰時，你知，哎呦吞到好攰啊！你知一種感覺啊！你咁樣下去，你唔敢吞小姐啊！你吞嚟吞嚟啊！我崩掉先，我未屙掉，我崩掉，我吞進去，我崩掉一潛到冰裡面，你知？
我硬硬學起來佢記。我驚哦，喲，怪大機，伊個唔是迄個細機嘅，伊貴機，迄大機咧，迄個後尾咧中嘅骨那邊嘅，喲，驚死我！誒，你咩無講呢個貴嘅啦嚇，就是。佢哋講轉啊轉，佢再講轉，嚇，右邊。人講去味嗬，我唔知人 feel 到啦，但係我跪下你花臉嗬，呢邊唔是有望嘅咩？講下你有一條路去落花臉嘅啊。但係跪邊是你唔識。愛桂花，你冇條查理海威嘛？他去過，係他去山啦。山望邊望啊？去阿姨單位啊。但係其實啊，你video，我但係貴時 video 真係咁好嘅味嗬，你諗唔知諗唔對。咁好咪是私人味咯。唔，但係video嘅時咯。南西部講地 video。我記喺你 video 嘅時中，我人哋這邊上加上去啊嗬。啊嘛細奶奶，耶！嚇！你把你拗浪嘅邊？拗浪，係唔是拗浪？係你是白話。抽車。我特登經過開 hospital， 我就video誒。我特登唔是講由啲去注意喺邊所，我是經過一 video 啦，過來上去。呢個是真係別個，然後嗰個話是哦，嗰是真係 hospital 嚟，嗰真係真係。Jelas bantut ha。係你，但係住人講係你法理咩？右邊。法理咩 actually 唔是啦，法理咩是你 video 是係咪都在咯？你 video 是係你。rubber 啲嘅，邊啲 factory process rubber 是咁no，嗰邊是安尼啲，係你rubber 炒啦定義啦，別個 process，古早一直安尼看嚟嚟，哦，你呢種我列忘記咗啦，叫做，你video 奶奶味是炒青啦，我知。奶奶成日白啊，一模啊，佢有啊，有背啊，有下面我特登一經過去 hospital 我就唔知咯。都拿到咧，一經過就。嗰時樣掂迄個棉花，樣無黑掉。嗱，迄個 hospital 嗬是啲山頂嗰度，我是啲下開落紅前去過嘅嗰度。hospital 啲山頂。啷感覺到鼻掃即係鼻嘅物件，加即係鬼嘅物件有關係哦。即係人唔是講到有啥你鼻掉物件。有啊，頂個就是講板凳鼻嘅。開始冇生啦，冇生嗰啲冇生。唔是 Jasmine 呢？嚇，係叫做咩花啦？Jasmine 花啦。花啦叫做bunga melok。Actually 唔是 Jasmine 嘅有鬼啊，是係你就係你ilang嘅有鬼就係你。ilang 唔是，我聽過ilang。嗱，你後尾嚇，男仔後尾嚇。唔是啊，即係後尾是茉莉花嚟。妓女花。你本事，有人講本事。我係掛媽特別咩話嘛？我那時出去嗰邊啲阿妹時，我那時比掉嘢番薯班呢啊，時冇個媽話，時我講哇胖，and 胖就佢基本上。你講嘅。我係掛媽特別咩話，講唔使講嘅啦，笑嘅。我嚟講咧對對嚟啊。你在南西有一行款嘅花阿妹呢，甚至今日開花嘅。哦，一來香嚇。係你我唔知叫咩名啊？有兩三種本啊，唔是一種款啊。伊甚至今日阿妹開花啊！然後伊幾點鐘伊就死去啊！我係厝有啊，我係叫往單調嘅，特別往單調出去往規家人出來嚇，往出去個卡拉比個胖，伊白白成個哩哩呢。嚇，白白哩哩。嚇，白嚇，嚇你白胖啊！伊就死去啊！伊幾點鐘你係開啫？是啦，華語是叫松花，松花一線啊，華語是叫松花。松花一線出現一刀呢？一線松花一線咯嚇。一時出刀呢，意思。係你啦，係你有影有物件係你。哦呀，誒，等陣我俾佢叫講過下，頭先全部講掉，即係咯，你找寶寶點咧？找寶寶嘛？找寶寶你幾個數？冇幾個數啊！你冇幾個數，你個就係再玩。真係愛聽。你知唔知你愛聽嚟講？你使看咧 YouTube 嘅 feed 裏面 join 你講。我 try 咗嘅。嚇？
但係你未裝呀？哦，這邊是被connect 呀。哦，特別。我話。聽咧，聽別人講呢？聽別人講係有啦。啊，講下。冇啦，嗰時你我嘅朋友，伊唔知是嗰時唔是啦，伊是我哋Sydney Australia，了伊個迄個 flat 啦，然後有淡薄老爺啦，了特到我有坐過伊個 lift，伊個迄個電梯啊 lift 啊，了伊成個伊是要到啲10樓吼，伊到個10樓時是空空者，你看啊，轉者，哦，櫃頭一個。伊10樓佢10樓時陣，你睇啦，maybe 10樓下邊伊邊下邊會企掉。我唔知啦，可能是老爺啦，唔知。แล้ว我是做規陣嘅嘛，然後尾時我對來是伊講他一路對嘅時唔知嘅，是兩日啦，แล้ว伊愛出去，แล้ว伊唔知出去，嗰時對佢白機啊，แล้ว伊嘅嗰邊是有 ground floor 咯，2咯，個一個是 basement 咯 B。basement 是 for parking 嘅啦，แล้ว只暗嘅，我落去就是暗無物件啦。แล้ว伊就伊唔知是對厝第10嗰是第2我袂記啊。แล้ว伊呢邊門冚起來時就後邊迄個伊會開個了無去啊，แล้ว伊就出味就第味。แล้ว伊嗰陣硬是第迄個唔知是按落時吼，伊第2。แล้ว伊會嗰陣無去，嗰陣變去味，嗰陣硬起來拖去味。哦。แล้ว伊電梯就落啊嘛，伊就第4樓，伊個手就響是第4樓，แล้ว伊個手是就是4樓啊，就幾啦，4樓。แล้ว4樓嘅迄個 lift 就開起來，伊就出去哦，แล้ว你知啦，你無咩人暗暗你睇啦，แล้ว出去，伊迄邊有兩隻 lift 呢，แล้ว伊就等咯，แล้ว佢隻 lift 買開門喎，等著伊就來。來啦！一隻就起來啊嘛，伊大路嘛，另外一隻就起來啊，佢哋少開條門啊，然後佢哋無事嘅開門啊，伊走入去咯，伊走入去第2 OK 無事，少會落到2啊，然後我冇甲伊講，你家去 try 啊嘛 ，try 看另外一個有落來哦，等你落來時可能有 something special 啲啦。嗰個死！我講隻電梯，但是嗰時候尾啊，伊真趕時間啦，伊本無去插伊出去啊。แล้ว每對去嘅時都打 left hand side，跟住 right hand side 講袂記咗咯，伊對來是真大約就走去啦。冇想到啊！我電梯我是打時我咪是去我點解個人講我去大一間劇集啦？問講啊，問講佢名，你一直嘟呢？特別啊，我講淡薄，特別啊，伊對來馬來西亞時候。唔知做咩事去睡眠，嗰時係咩啦？แล้ว人講有幾對啊？哦，唔知啦。因為伊暗暝伊就巴肚枵，了，人講是唔是暗暝你就是巴肚枵，你食兩碗肥三碗皮，你是巴肚枵，伊個是哦。哦，但係枵佬就是看幾對啊，但係我只幾對話了。因為係你愛食嘅物件，唔是你愛食嘅，是係你物件愛食嘅。哦。要喎，應該掉。叫我出來，我個計 share 下你 food 嗰度再計啊。喲，應該掉你不得呀，讓你食咩？唔是一隻啊，這裡。Chicken biscuit。Chicken in a biscuit。但我都食 Pringles 食咩？你食 Pringles？Extra hot 嘅 chili。哦，喲，真好食呢。老嘢啦，諗個 extra hot 就冇攞，不做奇怪。哎呀，阿冇 extra hot 啦。冇 extra hot 老嘢啦。啦，我會唔會看這個雲吞？唔是那係叫雲吞，我是會唔會咧？我會唔會這個豆嘅？會唔會豆嘅看？你叫雲吞咯。你先生有雲吞，我少粒雲吞，你幾個數？我不有幾個數來聽咪？這個是我唔知真是真還是假啦哈。這是我聽你講的是，唔知真還是真。我是真，我嘅可能咧是講我 office 啦，
suspected 是有啦，特別唔知係真係是假啦。當機嘛 office 當機 office。創意啩？唔講名啦嚇，啦嚇，這個字呢所嘟啦嚇。聽講咧是我一個咧半暝轉來 office 做嘢工咯，即係有some emergency 嘅 case 伊就轉來做咯，做，and then the whole office 跟一個人呀嘛，冇別個人呀嘛，所以就 feel 到阿伯有人係打阿伯。當嘢，幫嘢，幫伊卡穿嘅是伊嘅，嚇你不特啲阿妹咩？住不特啲阿妹，當嘢先得咯，當嘢不，哦當嘢不啊，哦，呢個咕椒，咩當嘢不？哦當嘢個咕椒呀，即係故事咪含濕咯，我是個人的鬼，我是個人的鬼。我一講懂嘅阿伯，哦，你是講阿伯是阿伯，哦 ，OK， 家姐，冇是當家姐，家姐，然後伊就拿部影咯，查波嚟啊，打波嚟，OK， 了。打過來，然後伊就買伊咯，伊講嗬，乜台灣人拿做工啊，冇影啊，買嚟擦，然後咁就冇代志啦，冇了，冇。哦，特別我知是幾嚟，不過伊唔是想別人啊。伊含伊是幾啊咯？哦，特別伊無驚啦，直頭，特別麥當勞嘅人啦。伊就講我冇，因為伊拿。maybe 咯，因為我唔整啊啦，因為一聽翻故事是講以前翻嚟講我買伊咯，然後買伊啊，咁我就冇代志啦，就 continue 做嘢物件咯，做啦就走咯。我本聽人講就是講，你若是去到嚟 space 若是你聽到聲，是來 interact 嘅你啊，你會使成個 with authority 啊，你成日真有含嘅講。你買嚟撐嘅話，即平時我嚟正做緊，你買嚟撐嘅話，你自己做呢個嘅物件，你買嚟教啊。請到離開。請到離開呢對。找啊，唔會嚟治啦。變成個政治咩臭話？咪臭話本嚟啦，而家赤臭話是屬於鹹本嘛，你成日加味嘛。冇，你會記冇？是正老講一啲算嘅事啊。何幾幫伊個咕咕椒？嚇，少啊！你嚟做大隊嘅嘛？何幾幫？咪說我唔捌，佢說我唔捌都啲。你都冇相信鬼嘛？佢都冇相信。我偷鬼款本命啊！未必偷鬼時看到一條長頸走去，你先冚咗嘛？嚇啦 ，I'm so hurt。冇，你看到情波嘅呢？薄嘅呢，所以看一個大聲，做個 sexy 啊，做個 sexy 同步。但你別使就頭阿未講嘅，到學 Lucky Free 啊，乜得嗌啊掉。掉啦，你講掉。對，繼續做個大聲同步。因為我看到嗰時。係 pajamas 啊。嗰隻是新椒是隻啊，嗰隻把嗰個嚟。哦，是隻嚟我一名寫啲嘅，是。住啊？萬年。哈，唔是鵝藤喎，另外隻啲嘅，我咪講嘅名叫乜嘢？ Hello。哈，你是住。Rabbit 咋噃？哦，你是 rabbit 咋喎？哦 ，rabbit 咋噃？是圖來。圖 ，rabbit 咋噃 ？rabbit 咋噃？嚇 ，rabbit 咋噃？你幾個數嚟講 ？rabbit 咋噃？定住禮拜咪是講一啲。睇啲對嘛？別講我當劍。嚇，係咪講 ？Hello。係 before 都對時係咪講？別啦，定嗰啲啊，叫咩字諗嘢？定住你而家講咪叫我到呢部咪聽到你講嚟㗎。差亂啦，叫差亂。你講廣話知道話嘢啊？講。嚇，你 try 下，講定到講未出嚟啊？hotel 嘅嚇，講下。是安尼款嘅是，佢哋嗰年有兩間 hotel 嘛，一間是較貴。嚇。跟篤啊，跟篤 hotel 哦。嚇，跟篤嘅嚇。嚇，佢邊個內邊真係垃圾咩？嚇。所以人做工時嗬，啲內邊你看到伊人嘅 ballroom 嘛 ，grand ballroom 嘛。嚇。
阿妹是人有時，然後 boyfriend 啲喺邊做casual worker 嘛，負責。啲阿妹是做掉是伊是無留甲半暝啦，但係伊有幾個 colleague 是留甲半暝，然後伊人咪啲就 set up table 咯。แล้ว set up table 時就看到有物件飛來飛去咯，嚟吵亂咯。佢咪物件飛來飛去？物件飛來飛去。tissue paper。無相嘅 shape 啦，咁樣。哦，無相嘅咩？Until today 個有個。Bipo 啊？啊 ？Bipo 啊？So。你都看到咩物件飛？到底係咩物件飛？磅啊飛啊？頭根針啊？無啦，佢哋想甲。一般人嘅線嚟看咯。你講嘅 shadow 啦，是影來啊？影shadow 嚇。影本有像個 spirit ghost 本有啊。哦。แล้ว第 conference 是有一節是早起伊是像個 Apple 啦，แล้ว就 suddenly 就大雨，แล้ว真正大風แล้วก็ storm มาในควันนี่แล้วถ้าสิว่าเพิ่น做工สิ怪怪感覺怪怪แล้วว่า boyfriend สิ做工怪怪สิแล้วอีหลังสิ講ถ้าจริงๆได้อยู่อี hotel room นอกจาก hotel room ล่ะอีอยู่ housekeeping 嘅人佢去 check 房間時看到真正大嘅影tapi 伊個人只細呢，แล้ว伊樣是像個 I think 2 to 3 stories big 啊。哦，咩嚟？大樹啊！伊聽到？有。伊聽到？有。我嚇，แล้ว佢個人是患奶，แล้ว伊就嚇到啊嘛。嚇，伊嚇到伊看到安尼大隻物件，伊嚇到แล้ว伊就拍死啦咯。拍死啦！拍死啦！有Chris 無啦，比來比去呢啦。咚。แล้ว就拍死啦，係你拍係แล้วมันน่าใจ係你直接กัน用一手呢整到伊呢伊規人飛去係你摸啦。哦。你是講迄個龜，無迄個隻物件，伊是人嘅 size， 伊把樣是真大嘅啊。是人嘅 size，伊人看到影啦，人嘅 size 真大咧，特別是真正大啦。แล้ว迄個人是拍死啦，แล้ว拍輸。拍輸。แล้วมา可以整去達標。嚇！我去解白樣拍死啦！叫師傅嚟。叫師傅是保姆啊？叫保姆啊？แล้ว就叫保姆還奶保姆嚟燒佢哋。哦。你做隻物件。Genie。แล้ว過後是。過後是 hello。講。แล้ว過後是人就伊到頭山時看到伊一隻大嘅手印啊，被拍嗬。哦，特別辛苦誒。哦，伊古來三盞嘅呢。來見古來三盞咯，安尼如來神掌啊。古來三盞。相對嚟講，所喺你物件是燒了，伊人掂啲個肚嘅海邊嗰邊咯。哦。所當今嗰邊是快垃圾本啊。哦。我哋攞嗰邊 hotel 本是垃圾面，然後你ever 肚本是香嘅。哦。我講 ever 肚。Evertut 羅tut講出了。等陣我咪 go through a question and I Q&A 嘅字物件，嘅字 question 嘅當叫嗱唔使講 room is full，
OK， 等我看看，那是嗱，當然下面 somebody 不個 drop，你咁樣再看要，諗晒。了佢有一個人叫我問嘅是叫我問毛毛菇，叫你講話你嘅姊嘅厝嘅 basement 呢？垃圾嚟應該是。我意思我是愛問南西去到。南西都冇啲，南西出去啊，他就未接。係，我是愛問應該夜旁經哦，是安怎咯 ？Every time 下晡嘅時。等陣咱要叫 somebody 節2、3、4、5、6、7、8、9 ，OK 就後邊。南西你 try 看。愛叫南西 sense 看。我等係咪叫 message 叫佢當接看接喎？哎呀，別咁冇，嗰隻個即係你找我播誒。等下我出。那你出嚟等緊可以接來啊。OK， 那叫佢接看學堂。我 message 伊吧咯。OK。你幾接？即係出可以接。應該中。OK 來啊，南西接來啊 ，OK。南西 ，OK， 我梅魯嚇，我垃圾嚇，伊旁經哦，下晡時啦，3點幾 afternoon 左嘅時間啦嚇，伊應該定有一種嘅聲，成個有正甲啲塗骹行路安尼款嘅聲。到底塗骹頂面，樹頂裡面。冇塗骹嚟，我知啥物，second floor。嚇，了伊就是講，我懷疑一部是係伊塗骹是用迄個茶做嘅。嚇，伊 expansion 啊，傾呢？冇喎，伊唔是，佢伊是成個諾基家裡佢行啊。成狗啊，狗行可能。嚇，成個。呀，南西你哋衰，南西。狗啲厝嘅時候，可能嘛唔是咩？冇啲厝，狗啲外口嘅無入嚟，狗啲外口嘅無入嚟。然後伊就是成個啲外口嘅過嚟多，行入嚟嘅旁經，然後都無聲嘢。嚇，安尼可能，點有 repeat 都是下晡2點幾到3點幾那邊，絕對會喊你聲。咁 try 咩啊？有啊，有甲伊講啊，有俾伊講啊，咪走啊。走做啦，特照做喎，嗬，未得，特日本有嘅迄個時間，嗬，特日本有嘅喎，然後嗰一種嗬，嗰時你就是 M 嘅3點幾分 ，M 嘅半暝3點幾，原來我困嘅時候，下晡3點，暗暝3點，冇 M 嘅3點嚇，下晡3點，頂嚇 M 嘅嗰3點，下晡3點啦 ，M 嘅3點嘅時係咩聲啦？就頂啊！紅音一種 explosion 嘅聲，嘣啊！一聲嚇，然後無別人會聽到嘅喎，垃圾聽到。嚇，垃圾聽到，安尼安尼喎，你伊都會着驚者，你目睭開大大粒，你心裏邊啵，嚇，就是唔知是係咩聲嚟。幫配下，人幫配，自己幫配。冇，唔是上啊，伊說好大聲是哦，然後別人白解成個三番嘛都有過去哦，我嘛都聽無哦，但係一人聽有嘅。嚇，安尼嚇呢？然後奇怪就是講，伊興厝啊，伊 owner 嘅祖先吼，感覺到是有淡薄問題啦。伊暑假吼，就是講伊愛曬迄個祖先吼，伊都是去買一個牌，寫伊上面安尼款，了就學曬去啊喎。但伊無講對講伊攞。講愛去幫佢啊，看對來啊，something like that，無啲無肯做，就是很 simple，很也一個日子，像是廿8月15，嚇，很就去啊喎。So whether suspect 講是車掉，還是車錯？แล้ว個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第細漢嘅Miss啊，伊 baby 嚟咗，伊上下1歲2歲嗬，伊下晡時伊困嘅時候，伊嘅目睭嗬。一看到一個物件咧，甲伊變立馬哈，明顯安尼喎。哈？伊 focus 到一項物件，哈，伊 focus 到一項物件，
你即是阿未困嘅時啦，即係阿未困時就啲面長嘅時。無，因為伊未行個嘛，嗰陣時伊困伊only 啲伊困啲面長呀嘛。嚇！你伊目睭點嘛？啲開，看到一項物件喎。嚇！伊目睭夾大。嚇！所以垃圾同佢伊達人咧，伊本唔係可能問題。嗱，咧個有就是伊袋咧，伊門是 plastic 嘅嘛。按照講有 sliding door 係嘛，所以伊會接兩集嘅嘛，所以開迄無 flat 咯，咧內面若是開開吼，旁邊暗咯，所以that means講隻會經無關咯，伊會看到有影喺內面嘅。哦，你要叫家己出來啊？無啦，伊大我 sister 嘅厝。南西啲事。你厝伊家己出來咩 ？owner， 伊唔是 owner 啊，伊是 owner。無啦，就是我 sister 啦，無我伊 owner 啦，因為去 KL 讀冊嘛，伊無大伊份環境咯，伊嘅厝是到山頂嘅。所以你迄間厝是你 sister 厝？啊，我 sister 嘅厝嚟。咧伊個 basement， 咧伊個有個第三層樓，吼，哇 terrible 啦點。伊放開甲了，袂驚內面真義你都去頭頂啊，我會感覺到啊，規身軀去加無皮。嚇！你垃圾愛都是搬爾咯，伊袂做蝦米。垃圾愛都搬爾咯，吼。伊搬爾伊袂做蝦米咧？伊袂做蝦米啊？哦。因為伊 basement，actually basement 是乜嘢？咩說較暗嘅嘛，較濟是。較陰嘅，因為伊個大門是2樓節嘅嘛。無，伊大門冇是到1樓節，伊總共有4樓，有3樓，然後另外啲頭殼個凹一個空節嘛 ，basement 頂面去站節嘛。嚇，對。basement 去站節嘅嘛 ，normally 是安尼。嚇。所以 basement 嗬，伊 basement 嗬，會使講2個月節500人入去過 ，maybe 3個月節500人落去過。我伊唔是kitchen啲邊，伊唔是kitchen啲邊㗎。伊無伊做啲阿婆嘅 kitchen 會落去嘅個，伊唔是啲厝嚇，伊唔是啲厝落去嘅啦，伊是愛行去外口個落去個。哦，因為我大過嘅是 basement 是 kitchen 嚟嘅，定嘛大4層 ，basement 較暗嘅咯，垃圾啲。嚇，了，哇！伊嘅 basement 嚇咧，伊厝個真正屬甲放迄個人賣，然後人較實條嘅迄個紅啊，你知哦，迄個 vase 啊，嚇，伊真正屬甲燒嘅，可能各種物件了。佫有一個真正奇怪 ，OK， 這是真嘅，我去解刀工，佢有一個 safe 嗰隻是類嘅 safe， 上加一個I think 有管有兩尺管，係真正古早，無迄個 digital 轉嘅用迄一個迄個做塔嘅啊，我看過有高檔嘅 safe。了 ，actually 伊未比咱當今嘅 safe 重嘅嘛，咱嘅當今嘅 safe 是較真正重嘅咯，咱根本係成輕嘅嘛。了，好一日我人3個人咯，我咯，我 brother in law 咯，了個我 friend 咯，3個人打包啫哟，更未起啊！有嚇，更未起啊！了，後尾唔知係咩事做咧講咧，唔知講係咩物件咧嗬 ，end up 2個人就更起來啦，3個人更未起，2個人更會起。奇怪，真正奇怪。了，迄個 safe 做咩事？我人愛更落來啊，因為伊放到一個 stand 頭頂，因為伊厝嘅 baby start 會曉行落了，驚伊去做到迄個 stand 架落來跌到伊人。所以我人愛更伊落來幫佢拖卡。安尼款。所以伊厝哦。真正屬甲燒啊，遐尼古早嘅物件咯，所以就是有遐尼物件咧。你講難知？垃圾啲聽到，伊當然啲加崙順。一歲，誒安江娘嚟啊，安江娘可能，安江娘真係聽到。等陣我要報告就係William Mark。講啲聽到感謝啊，แล้วก็嗱，時講เราไป問 question 嚟講，你使去你 Q&A 會有冇 question 啊？即係當我一傾叫你，唔知是垃圾叫 missing plane and one survivor came back
to tell the story but die eventually。你講過一個，呢就是空中小姐嚟嘅，唔知。哦，對咯，伊下對，伊是我唔知係咪 country 了，白去，然後10個 crew 咯，然後對嚟是一樣有 turnover 48 hours 咯，第一邊，然後 accident 死去咯。冇報了咯，所以 that mean 伊 short 掉一個 crew 白對了 on return 嘅事咯，所以了真奇怪，伊樣做check out hotel 嘅時都有人看到，安怎伊有啲，伊明明已經 pass away 了嘅，所以安怎一個full uniform with the trolley bag 嗰種，then 交隊咯，交隊啊白冇人敢出聲，咁人點咯。แล้วหมอขี้ครูบ้าโซ่แล้วหมอชิทาวเกาแอร์พอร์ตแล้วปุ่นสิแฮซิวเชอร์อีปุ่นสิ act normal อีโซ่ปุ่นสิ act normal ที่ act เราอยู่โจอีมิเกีย so ก็แล้วหลังปุ่น pretend บ่看到อีนะฮะเนาะเจ้าห้างโจอีมิเกียโจอีมิเกียห้างที่นะแล้วตุยเกา home base แล้วอีตัว disappear อีแล้ว即係我記得頂多我特別都是聽舊嘅 episode 嚟講起嚟點點，個 Ken 講比較 join。Lu 不要 join 安怎 join maybe because 那 room full 咧so Lu make sure Lu 都會 add 往到啲 Lu 嘅邊啲學見嘅 page circle 呀 add 往佢哋 circle techno 驚哦哦 OK 我個一個你驚煩惱嘛對煩惱鬼嘛對所以咱八講過講一個叫學術啊鬼入線嘛對但係擺 happen 到佢哋等位嘛，對。所以我是拍聽人講啦，聽我飛人講啦，本是 local 嘅嚟啦嚇，伊是背人這邊嘅，伊背 east 嚟些，แล้ว伊好笑就伊本是做 as normal 做 flight 嗰啲，咧伊做咧嗬，伊好像走嚟走去喎，啲 aircraft 入面走嚟走去啦，浪邊。佢小氣哈 Kevin Crow 哈，佢係真係 ，is not 嚟邊度樣咧？真係，伊啲 act 嗰邊走落，人掠未掉伊喎，你試算下，成小雜寶啊，嚇喎，แล้วเอาไว้อีโคเสียแล้วเหรอ What happened to her อีกบายปวดกันแล้วอีกกบายลีอ่ะลีกันแล้วสิแล้วมันเสียกันแล้วตาปอ冇啦กันแล้วเดี๋ยวกินเดี๋ยว咯 because อีบุ luckily อีบุนสิ around 1 hour flight 嚟咯 so อีขี้個頭頂แล้วอี start serve 嘛 serve แล้วอี樣個 ICU 咯依度成小雜寶嚇啦，走嚟走去浪喺你嘅呢咯。跟住咪講浪仔嗰啲 story about 你 Bermuda Triangle and story from the one coming back。好啦，你這飛機 Punky。I think 是啊咪，我是聽 theory 是成講人個邊 loosely orientation 去啊，邊去飛機。講是裏邊有一個人向 spiral 向轉，但係佢一路話一個世界，讓佢被摧殘，一隻原本是上喎，唔係飛機喎，摧毀彈啲嘅飛機，那是 crash。伊是想甲 actual another dimension 那你款嘅啦。哦，飛去 Star Trek 嘅。冇，有一個你看過 UFO.com。Okay, he有一個講一個aircraft. I think it's supposed to be from New York, JFK, and then 伊應該是愛飛去 Chicago, Illinois. Then 真係久嘅時 ，I think 19唔知幾年真係久嘅時啦。嚇，伊飛咧嗬，伊 disappear 去咗，無人迄個 ATC Air Traffic Control 都未 contact 伊，找未到伊啫。所以唔知 after 20幾年，伊 appear 伊 land 到另外一個 airport。哦，你有個小兩個㗎了？這唔知哦，未記啊。伊人冇驚佢，我小 abducted by UFO 嘅了，UFO 係。哦，
inappropriate 啊，少年啊。哦，所以英國叫你較像是 UFO 定 ghost？ 冇啦，咁鬼啊，你啦，我冇。OK，那就是要報槍個學堂，同我會講something。啊，我有一個啊，來講，我有一個是李飛。嚇。OK，嗱，即暗藤嘅話講嘅，暗藤，你唔係講，伊叫我講，暗藤嘅話講，我呢邊都冇看到啊，冇看到你暗藤啊，當然。冇我冚咗啊，你 video。啊，是啦，就是叫暗藤咩拍攝咯，都被看到呢邊啦。係講。講啦。講，嗱，你講。嚟。冇，我朋友啦，朋友 encounter 物件嚟。嚇。แล้วเหรออีมาขี่ KL แล้วDamansara area คอนโดมิเนียมso รู้จักกันบ่รู้หลังจะ advance แล้วมา lift 裏邊有 CCTV แล้วหัวเขา lift 有一個電視機講 lift 裏邊有黑人是你嘅so 呢度企到平單 lift 都一 lift 是到12樓落嚟嘛看到人企一起咯บาดแกจะขี่หอเก่าๆอีลิฟคุยตัว ground floor สิอีควายและ CCTV ให้เลยมุ้ยคุยหลังแก出來แต่พี่ตัวเจ้าเจ้าให้เลยมุ้ย會是無人嘅所以特別 CCTV 有看到特別伊把照看唔到 very normal 真係這 normal 就我會記我頂我教你講過係啲 disco 嘅對到底你 disco 到你 Novotel 啊並 Novotel 嚟啊驚！那時候我看到，我唔記得哦。你個假照喎，那是？唔敢，笑咩？用底啊！用卡白。OK，我會問你，英國中看伊 decision 是安怎？你那時到底你嗰邊嘅時候，你看到迄個 CCTV 看到 inside 你 lift 入面有人啦。特別你開門時，即係喺你 lift 無人嘅，你敢踢伊 lift 喎？敢。然後你去嗰位陣陣，你未想講，哎呦，可能唔知係咩物件嚟。掉敢。我你 reasoning 現在？講係蝦米？咁我都冇驚，what's going to happen 就冇蝦米事啦，就冇幫人啦。特別我本間嘅喎，我本冇插嘅喎，我明仔我冇插本嚟。你好似南西喎。我買80樓咯。我就講過哦，你聽了我較驚是人嘅，人家會做歹嘅。我係人死啊，咪是鬼哦，鬼啊，跟做歹 continue。誒，別解我一點鐘、點半鐘較假啊，死啊，攰過就咩啊，人問嘈啊嚇，人哋。見了啊，佢哋抄落愛嚟 join。哦 ，OK， 周姐抄落。日本留意冇接嚟咩？日本留意呢？日本留意唔知啊。OK， 太暗了啦。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謝紅教嚇唔是。另外一個 topic 唔是下禮拜是白嚟啊。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或者禮拜我特別嘉賓呢，就是姚明咯，然後佢有冇講到話嘅，不如過來淡馬走去啊應江人淡馬來就走去啊，然後佢有即個新椒檸檬老椒等陣檸檬來檸檬嚇檸檬正，然後姚明呢邊，然後佢有蘑菇。蘑菇加南西加薄膜白加炸貢冇講到，有啊講到一鳥告訴你係個有有薄膜白咩？有薄膜白？我講到薄膜白咩？有啊，薄膜白冇來。我冇試過。我講到薄膜白，我就冇講薄膜白。有啊，有講。我只都在 record。OK， 我見到第一天未必有接鬼先。我真係自己來。哦，rabbit 嘅雜貨。rabbit 嘅雜貨。然後雜貨煲。rabbit 嘅雜貨，佢係嗰個雜貨煲，然後加鵝湯加鴨毛湯。我冇同大媽都夠講嘛，佢唔敢講，大媽夠不得真係講下正啊！一個正字喎，一個正字。哎呀，你只衰不得 next recording next month 是。
แล้ว我俾介紹啦，嗱，是講你俾有興趣俾參加我哋錄音咧，咱就俾去 Google Plus 會吹 ，Google Plus 會吹，我等去咗俾頭先。我估是你 iPad 你喺你厝你翕相影啊，你 WhatsApp 俾我看啊。OK。哦，我看咗後你咁解啫。Google Plus 你去吹邊啲學緊嘅page 嘅時候，你 at 往即係邊啲學緊嘅 page 佢哋 circle，แล้ว我嗰時做 live show 嘅時咧，那 up 到10個人嚟 join 嘅，是講咱無教嚟講我開 Skype 啦，成啲 Skype 嚟講。哦，但係 Skype 會只一人夾 message 我 sorry 我未記看。跟住留咗。跟住留咗。啊 ，OK 啊，摸大嚇呀 ，Alvin。等陣嗰隻摸大。OK， 我可以個，我啱 make sure 人那是，哎呦，即，那是到底 Skype 會隨我嘅人後，當會記教我試下講，這是邊啲學嘅人嘅，我講有啲是，有啲係啲名唔是當人名嚟講，我冇去 at，如果我嘅是佢哋spam 嚟。OK， 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啦，禮拜咧個節目去聽，把你新嘅話題是啦，感謝禮拜再見，拜拜，各位聽眾講拜拜，拜拜。